来看到这个画面，这是昨下晡4点10分，一架货车拢入去苗栗大山车站内底。规个车站上高的外口，沿个壁拢一坑真大坑，现场规个砖土砖啊，也有厝瓦和叉条，拢落甲规涂骹。其中这个50岁姓的运将受伤，互人赶紧送去病院。本来初步了解讲，伊过去有阳性的镜头，怀疑讲敢会是镜头强夹起来，才会规拢入去车站内底。落尾经过病院抽血检查，才发觉讲伊的血内底有酒精的反应，算的酒测数字有0.68，详细事故原因，佫需要进一步来调查。实在真恐怖，那些货车直接弄入去苗栗大山车头，含大门拢弄甲无去。我们2个再换，轰一声，就这样子啊，我们就哇走。昨下晡4点10分，站长迄当阵甲清洁人员伫卖票柜台内底，听到嘣一声，就赶紧走出来看，结果看到一台货车为外口弄入来，内底规个变甲密密麻麻，四界拢是车头的建材，啊，货车嘛真惨，车头冒落，头前的玻璃吹起，50岁姓黄的驾驶掉伫车内。有没有吓到？有吓到啊！怎么会被吓到呢？那时候发生的时候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，就直接听到嘣一声这样。对啊，因为速度很快，他只有大概一两秒就进来了。姓黄的驾驶有阳性的病史，有可能是阳性压起来了后造成意外。不过病院抽血检查了后，发现驾驶的血内底有酒的反应，换作酒测值是0.685。意外详细原因爱去调查。怎么会撞到？我嘛唔知影安怎开去要去甲载买啊啦，啊可能要我安尼人戆啊，啥阵直头伊安尼。苗栗大山车头是1922年起好的，到今已经要100年啊！苗栗县政府家己做历史建筑，是火车迷咧讲的海线国宝的其中一个，嘛是台湾春无轨道的西洋加日本风格的茶器的车头。即马互火车弄到安尼，站长调去回报，初步估计修理上少爱几落百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